103方嘅建築面積做到200方嘅實用面積，嗱，係咪好抵呢？今日咧嚟到咗雅居樂嘅浩湖居睇呢一套 F 型嘅呢一個4分1別墅，呢一個東南向嘅呢一個朝向咧，應該係屬於近半年啦，都冇點樣出貨噶啦吓。今日咧啱好就放咗一套全新裝修嘅出嚟賣，咁呢一套話咧係屬於裏裏外外全部係做咗完完全全嘅翻新嘅，可以見到前面呢個花園咧方正而又實用吓，咁啊可以過嚟見到咧我哋呢一個非常之大嘅景觀窗啊，你睇下。哇！而家最新穎嘅就係呢一種啦吓，全部係冇隔斷嘅，淨係做咗2個窗嘅啫。呢啲全部係短橋鋁合金，再加中空嘅隔音玻璃吓。OK， 我哋就由呢一個比較厚重啲嘅又實淨嘅防盜門入到嚟咧，可以見到成個1樓嘅呢個空間咧，真係又大又舒服。呢一隻咁樣嘅裝修咧吓，都係非常之實用嘅吓，所以咧。點解會咁多人中意浩湖居呢一個4分1別墅咧？係因為佢個積有133方嘅標準化吓。另外咧，佢擴建出去嘅呢一個空間咧，亦都係非常之大嘅吓。咁1樓係做咗咩擴建？嗱，我哋就隨住鏡頭睇睇。1樓首先一入門擴咗一個長輩房啦吓，裏面咧呢啲床啊同埋呢個衣櫃都係齊備嘅吓。咁然後咧經過呢一個電視前面之後。就係呢一個非常之大嘅餐廳啦，可以見到嗱，我伸開雙手咁大，仲有咁大啊，我就冇拎尺嚟度啦吓，所以咧呢啲空間真係非常之實用吓。後面隔籬呢度咧就係呢個 U 型嘅大廚房嗱，上次俾個空間出嚟，哇，等我哋啲朋友睇睇吓，咁咧可以見到呢個咁大嘅美的雙門嘅呢一個冰箱。可以見到呢啲咁樣嘅操作台，哇！講真嗰句，1個人、2個人、3個人，3個人煮飯完全係有空餘嘅吓。咁然後咧，1樓亦都係少不了會有一個公共嘅衛生間吓。呢一個衛生間咧，裏面嘅設備咧亦都係比較齊嘅，亦都係非常之好用嘅吓。OK， 咁啊可以見到上樓梯嘅話咧係做咗呢一邊嘅改動吓。原先咧佢係由呢一邊落嚟嘅，咁啊可以見到呢啲大理石係由1樓。通鋪到3樓嘅吓，而且咧呢啲扶手亦都係最新嘅呢一個設計。OK， 1樓所有嘅格局我哋睇完啦，而家上去2樓睇睇。OK， 而家就行上嚟2樓睇睇呢2間房啊。不過入房之前咧，同大家講講呢個樓梯扶手，我哋可以見到真係比較新穎吓，而且咧係全做咗呢個玻璃嘅呢個設計，可以見到成個通道咧係呢一個大理石嘅通鋪吓。咁好啦，2樓咧其實咧係有2間呢一個房間嘅，而且2間咧都係套房嚟嘅喎，入到嚟可以見到呢個洗手間乾濕分離再加埋呢啲設備全部都係齊嘅。呢一間房咧係朝東南向嘅呢一個方向嚟嘅，可以見到呢啲咁嘅窗咧全部都係做晒更換，因為呢一間別墅咧裏裏外外全部係做晒完全嘅全新翻新吓。咁咧可以見到呢間房仲多出咗一個書台或者電腦台之類嘅呢個大衣櫃亦都係配咗上嚟嘅咁亦都可以見到呢鋪床應該係有1.8米啦1.8米可以做到3面落床嘅一個設計，咁所以咧可以見到呢一間房呢個面積咧其實咧係非常之 very good 嘅利用率非常之高。咁然後咧喺呢一間房嘅對面嘅話咧，亦都係有一間呢一個套房嚟嘅嗱，可以見到。洗手間咧基本上係設備齊全啦，咁呢一個衣櫃仔啦因為呢一間房嘅積咧稍微比啱先嗰間咧係細少少嘅，但係佢依然都係可以放到1.5米床，做到3面落床，哇！呢啲咁樣嘅嘢就非常之實用啦OK， 2樓嘅格局咧就係咁樣，2個套間一個套間咧係比較細啲，一個套間比較大啲。OK， 咁而家我哋就上3樓去睇睇個主人房。OK， 我哋而家咧就上到嚟3樓睇睇呢個主人房嘅空間咁從門口入到嚟嘅話咧，可以見到呢一個空間真係超過20個方以上你睇下，擺咗一個2米乘2米嘅大床，仲有空餘嘅地方咧係俾你擺翻休閒嘅嘢噶。咁所以話咧呢一間房嘅積咧，講真嗰句真係喺眾多別墅當中咧，呢一間嘅空間感咧係尤其突出嘅加埋佢仲做咗成面牆嘅呢一個大衣櫃。呢一個大衣櫃講真嗰句咧係比較實用嘅，呢啲用料咧同埋設計咧都係最新嘅呢一個材料啦，同埋呢一個設計嚟噶。咁然後咧後面咧係一個洗手間嚟噶，呢個洗手間咧
真係配得上呢一個房間，因為房間有咁大，洗手間就有咁大，可以見到全部都係瓷磚通鋪到頂，然後咧窗嘅呢啲鋁材啊，同埋呢啲玻璃全部係全新更換過嘅嚇，做咗呢個中空嘅隔音玻璃。呢度係乾濕分離嘅設計，可以發現下呢度除咗有淋浴嘅功能，喂，仲有一個浸浴嘅功能。嗱，可想而知呢個空間真係夠細大，而且咧又係比較好用嘅嚇。呢啲咁樣嘅設計同埋呢啲咁樣嘅一個空間利用率咧，真係非常之足嚇。咁好啦，而家呢一間房咧向東南邊出嚟咧，係會有一個好大嘅呢個陽台嘅。嗱，我哋而家出到嚟嘅話咧，可以見到呢一個陽台咧。呢一個望景咧就非常之通透嚇，同埋咧呢個採光咧係非常之好啊！因為咧呢一套別墅咧佢係朝東南向嘅呢一個位置嘅，咁啊周邊咧係冇呢個高層嘅一個遮擋嚇，所以咧呢一間屋嘅呢個採光同埋通風度咧就非常之好噶啦嚇。OK， 咁啊今日呢一套別墅咧係屬於雅居樂浩湖居 F 型133方全新裝修嘅4房4衛嚇。咁如果係有朋友對呢一個別墅感興趣嘅情況下，就掃描我視頻上面嘅二維碼，隨時約我到現場睇房。